因應本澳欠缺建築認證制度，業界同埋議員都認同政府需向本澳建築公司或者係工人發放臨時牌照，等佢哋可以更好參與橫琴澳大新校區嘅建設。本澳建築業界可以參與橫琴澳大新校區建設，政府亦都明確部分嘅工種優先聘請本地工人，但校區興建過程採用兩個地方唔同嘅法律管理，對於內地已經應用持證上崗，而本澳卻欠缺建築認證制度。當一齊參與工作嘅時候，本澳建築業界明顯較輸蝕。有業界同埋議員認同政府必須向澳門建築同埋工程公司或者係工人發放臨時牌照。因為時間真係太短咧，喺3年裏邊，你要一個本地嘅建築師事務所或者工程師事務所去攞到嗰一個咁樣嘅認證，係有一定嘅困難啦嚇。咁可能就會係一個限定你喺即係好似一個特別車牌咁樣啦，即係俾你去到一個就係框住你啦，係喺嗰個範圍裏邊做。因為我哋嘅工程係控制喺橫琴校區裏邊嘅，可以通過一個考核或者係培訓呢，係我覺得短期內呢係可以實施嘅。而政府亦都已就相關嘅問題同內地探討解決嘅方法，遲啲公佈具體安排。至於工聯理事長陳錦明就希望政府做好監管角色，要求承建商履行合同，優先聘請本地工人。